集我哋嚟到灣仔上匯一個663尺嘅單位，屋主為兩姊妹，想整體設計感覺比較日式，同埋添加大自然嘅元素，所以設計師運用咗木、條紙、橡紙以及藤織設計，甚至用咗一啲木紋布去仿和紙嘅質感，更加貼合日式和風。而且設計師將原本嘅兩房格局，利用趟門間出睡房、衣帽間、書房等3個空間，即刻帶大家去睇下。一入門口，玄關就俾人一種極致放鬆嘅感覺。設計師做咗個弧形展台，圓潤嘅線條削弱咗走廊嘅壓迫感，木加石紋更顯雅致。配搭一盞簡約嘅吊燈，擺一棵小植物，簡約又舒服。展台連住客廳嘅木質高櫃，同樣都係用咗弧形設計，望落非常之柔和舒服。而櫃門呢，就係用咗藤織設計，有一種自然手作嘅質感，加上滲光，更顯溫暖。而櫃嘅下方特登就做咗一個放置掃地機械人嘅空間，相當細心。另外，屋主中意收藏杯啦，所以咧設計師就特設格仔俾屋主去展示。嚟到客廳，全屋就以溫暖嘅木色為主調。客廳牆掛咗一個木框嘅格仔鏡，好似 cafe 咁啊，可以喺置物架上面擺植物、打卡之餘，視覺上面又可以增加空間感。而電視櫃呢，場主就想簡約少少，冇多餘嘅裝飾，唔會令人視覺疲勞。至於飯廳方面呢，半牆位置就鋪設咗木質嘅護牆板，裏面仲添加咗竹嘅元素，呼應翻大自然嘅主題。再配合圓形條紙飯台以及藝術感十足嘅木紋葉片吊燈，氣氛相當溫馨。而最吸引嘅設計，莫過於係引入咗日本和室帳紙概念嘅走廊暗門。帳紙係一種日本傳統建築裏面會用到嘅推拉門窗，主要由木製格仔同埋和紙組成。設計師用咗竹藤質感嘅牆紙，配搭布紋板，打造和紙感嘅感覺。當日光或者燈光穿透暗門嗰陣，成個空間頓時充滿溫柔嘅靜謐感。打開趟門，我哋可以見到有3個空間。呢間房咧本身原先嘅積咧，我哋係2間房嚟嘅。戶主就想咧佢有多啲嘅空間啦，同埋收納。咁所以咧，我哋就喺呢間房嗰度咧就間咗3個空間嘅位置。咁我哋分別有主人房啦，咁亦都有 walk-in closet 啦，亦都有書房嘅空間。戶主咧佢都想可能喺呢一個 area 嗰度咧會闊落啲嘅。咁所以變相咗咧，我哋就將嗰個牀咧就盡量挨向窗台嗰邊。咁而我哋窗台嗰度咧，亦都做咗一啲嘅修飾，譬如我哋都將木嘅元素就做喺個窗台度，咁等成間房嗰個物料上邊咧就有一個延伸，空間感會大啲啦。因為咧主要都係想營造翻日式嘅感覺啦，溫暖啲嘅感覺。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喺牆紙方面咧就揀咗一啲咧偏向咧灰啲顏色啦、淡色啲嘅、乾淨啲嘅感覺啦。咁另外咧就配襯翻我哋嘅木色咧，整體嘅感覺咧都係比較舒服柔和啲嘅。越利用咗窗台嗰個空間咧，我哋就做咗一個嘅吊燈，而吊燈嗰個物料上邊我哋都特別揀咗一啲好似和紙咁嘅感覺，咁就成個感覺咧就可以更加日式嘅感覺。咁另外咧喺衣帽間呢一個位置咧，其實我哋都用咗呢一個藤編嘅呢一個趟門。咁戶主都好中意呢一個嘅條紙或者係呢一個我哋叫做日式嘅帳紙嘅一個設計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就運用咗一個少少藤編嘅一個設計擺咗喺裏邊，咁令到佢咧通風透乾之餘咧，亦都有私人嘅感覺嘅。旁邊書房嘅趟門拉出嚟咧，就係全新鏡啦，揀完或者換完衫就可以直接照鏡。最後就係書房啦。長形書台平日向外拉開，可以延伸桌面空間；而書台嘅下方咧拉出嚟就可以擺部電子琴，簡直係將空間利用發揮到極致啊！呢3間房其實都係用趟門分開嘅，而且佢哋用嘅咧都係雙面櫃，更加慳位，望落去空間感都更加大。成間屋嘅設計、裝修工程同埋訂造家私，大概就花費38萬左右。其實間屋咧原本都已經係木地板嚟噶啦，所以咧屋主都選擇保留，翻新之後都係同啲新家具非常之 match 嘅。另外，其實呢度仲有維港景睇噶，客廳同埋睡房都可以睇到。不過可惜我哋去嗰日係紅雨。呢一集就係咁多啦，你又中唔中意呢種設計呢？留言話我知啦。